早起发生大地震，这台北捷运、高雄捷运也拢暂停营运一段时间。那讲到这火车的部分呢，代替表示，东部干线受到地震影响，宜兰大溪到花莲凤林之间也拢先暂停。而国际所有新站到凤林之间暗时12点会完成单线抢通。那测试透早呢，头一班车会当恢复高频运转，中昼进前恢复双线通行。花莲到凤林之间也启动公路接送。台北捷运文湖线车厢又搁真厉害，有10外秒，车顶人真紧张，有人右岸边扶手，有人直接移开位，伫走道खु落来。有人去捷运停驶会面，大家经过疏散行伫轨道，真危险。也有人伫干道站落车的时阵，看到站内不少太路那个回头卡。台湾东部海峡伫车站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.2强烈地震，台北捷运公司马上宣布暂停营运40到60分钟，经过巡检，已经全部恢复正常。高铁也全线暂停，改用降级运转，伫下晡1点53分恢复全线运转。高铁表示，车站因为地震，取消44班次列车，加开22班次行行。民众只要买因为地震影响的班次车票无经过使用，因为这车自开始1年来到各车站卖票的所在办理退票免手续费。我要去台中，那你本来要搭几点的车子呢8点21，应该 delay 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。我们要到高雄，我是看手机，好像是所有的车子都好像有。代替东部干线因为地震受严重影响，宜兰大溪到花莲凤林之间停驶，也有真大石头地伫天气路顶悬，北回线2个路段全线暂停。后不少人原本要回乡或者是旅游的民众，行程受延误，只好改票或者是退票。现在车一直delay，所以只好退票。现在可能就要往南回，或者就是跟亲戚一起并车回去吧。目前代替赶紧的抢通，有高速新到凤林之间西正线会伫车站暗时12点单线抢通测试，小班车应恢复单线运转，中途进前恢复双线运行。花莲到凤林也启动公车专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